疫情冲击各行各业，占全国产量8成的屏东泰国蟹嘛是销不出去。渔民过外月以来拢无出货，万外斤的泰国蟹就一直饲伫温仔内面，唔敢掠。渔民也希望政府来协助找通路。屏东关陆业主表示，已经想办法来斗销路，嘛会建议中央用专案的方式来补助。 渔民拍目仔掠起来的泰国蟹，大部分拢已经会当出货啊。却拄着疫情严重，全国的餐厅、钓蟹仔场停业，遮的泰国蟹拢卖袂出去，只好一直饲伫温仔内。阮业者，阮是较袂晓卖蟹啊，除了网络安尼卖挂，啊，剩的也无啊。啊，网络要卖，你去上栽培啊，你栽培佫寄袂出去啊，你新竹以北迄拢爆满啊，啊，无即个订单，你送袂出去，做废去的。 因为泰国蟹愈饲愈大只，成本就愈悬，渔民家己想办法，敢若会当透过网络，菜市仔也是卖亲戚朋友，销出去的量无到1成。屏东泰国蟹产量占全国8成，全屏东4000外的温仔，一年产量6000吨。这阵仔大市，渔民烦恼疫情若要转好，蟹仔就全报销，因希望政府斗3工建立平台。今咱向这个平台吼。 来引进一寡加工，包括即个沙好的泰国蟹，也是冷冻的泰国蟹，吼，来做即个销售，吼，初步成绩是慢慢啊出来。政府若法度讲要帮助咱补助，实在讲要冷冻的这，阮这无养殖登记证的，阮即摆拢一直咧办，啊，离即个养殖登记证的迄个费用介悬啦。 政府看会当咱补助。农业处表示，去年就协助业者改用冷冻加工，即马嘛咧找通路，希望民众斗3工支持。另外，嘛已经建议中央，除了渔民生活补助以外，对泰国蟹产业专案纾困甲补助。记者陈家文、罗伟哲，屏东报道。